上车！哎，七月哥，你干嘛呀？你放手！我知道林夕，你已经明确告诉我，你把我当哥哥，你已经明确告诉我不能过界。但江哲瀚就这么对你吗？你一个人大半夜坐公交车来这儿等他，居然还让你淋着雨等他，出了事，江哲瀚能负责吗？这关他什么事儿啊？你先把手放开，七月哥，小心，上车！放开！哎，七月哥，你放开！秦月。夏灵溪现在是我的女朋友，你知道的。没错，我知道，但是她跟着你受苦，抱歉，我接受不了。你以前当我队长的时候，我很服你，也很敬佩你。可现在别让我看不起你。如果小希在你身边，她过得好，没问题，我完全可以放手。但是现在呢，我根本就看不到你有能力保护她。江哲瀚，如果今天我出现在这里让你觉得不舒服，请你先问问自己做的够不够格。你们两个都别说了。七月哥，这是我自己做的决定，我希望你能尊重我。走了。我枯坐在房间，抱着你的照片，在没你的世界，我停不住想念你，带走了一切，我挡不住的思念，在没你的世界，我忽然好想念。走的一切，是我所有的世界。我到过每一天，希望能回到幸福的原点。看，像风筝一样断了线，呼吸再嗅不到。